皇阿玛一直都是牵挂你的。好在你夏家何家，倒也是富贵不愁。皇上召见，就是为了说这些事吗？朕也是想见见你。夏家何家，是皇阿玛疼我，她太疼我了。其实我常想，莫不如嫁一个平常百姓家更好。师妹何出此言？富贵是好事。皇兄，有一件事情，我一直没机会问您。上次我给您送的信，您收到了吗？什么信？就是上次皇上在通州码头送朱师傅险些遇难那次。我没有见到过你的信呢。那是一封什么信？当时很乱，我会让他们去查一查。啊，不用了，无非是一封嘱咐平安的信。皇上国务缠身，我就不耽误了。好在来日方长。也好，来人，送石哥哥。给石哥哥请安。可惜了，师妹是皇阿玛最疼爱的人。封身阴德倒是略记不多，皇上想网开一面。现在网尚未张开，谈什么网开一面？覆巢之下，难有安乱。除恶务尽，朕不能为了一些小小的儿女私情而自缚手脚。回皇上，图德陵理事委奉旨后见。进来。这给主子请安。又见面了。你这身好本事的确是不多见。几年间在朕左右出入，亦是一个面孔，可谓千变万化。朕居然对你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，难怪人们听到粘杆处的名号都要谈虎色变呢。我可不是想真的骗皇上。主子在夸你呢。哦，谢皇上。挺好。朕想要再用一用你的好本事。要我干嘛？进一趟和珅的中堂府。皇上，那这次我要是把差事办好了，你可千万记得，是我干的。当然是你干的了。
皇帝诏曰：着和珅为首席治丧大臣，主持大行皇帝殓谒事宜，以军机处领班衔在奉先殿行走，钦此。臣领旨。爷，什么旨意呀？简命治丧大臣主理殓简事宜。哦，哎，这倒是个顺理成章的差事。不过，一旦您主持丧仪的其他的事儿，可就管不了了。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吗？那倒也倒是，就算是您尽一份孝心吧。尽孝心啊！我的那份孝心，在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已经尽完了。现在我唯一要孝敬的是我自己。这个时候出任治丧大臣对我有利。治丧大臣，我有召集权，我可以召集任何人，不怕没有名义。皇帝殡丧，自古以来都是头等的大事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。谁要是在这个时候不听招呼，那叫什么呀？那叫大不敬。我不用请旨就可以任意处置。这倒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。咱们这位新皇帝派我这个差事，说明他还是嫩了点儿。那份名单给我拿来。这。爷，我数了数，光是在京4品以上的大员，您的学生和旧部就有130多人，只要呼应起来，足以左右形势，号令天下。今晚都别睡了，分头传唤。我要召见他们，天一亮让他们来。爷，您这是要宣读那份遗诏？处临大丧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不过我要想先下点毛毛雨，看看这些人忠心几何，究竟有几个可以托付的。给8旗牛录的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，按照您的吩咐，一人以1万两黄金。要不再加1万两？哎呀，我的爷，您不过了。这些穷奇人呐，人穷架子大，索性一次把他们喂饱喽。哎，但是就一条啊，我宣旨的时候他们必须到场。这些穷孙有这2万两，让他们干什么都行。赶紧清点一下，准备好护送人员送到各府去。这。
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进来说吧，外头凉。明天天一亮，我就会离开了。这恐怕不行，你要是就这么转身走了，有人会想你的。你知道我说的是谁？告诉我，你喜欢他吗？说实话。刚开始见到他的时候，我一点也不喜欢他，甚至有点讨厌他。我觉得他和那些追捧我的登徒子没什么两样。可是后来，也就是我再见到他的时候，不知怎么，我觉得他变了，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变成什么人了？变成了一个正人君子，也许更像是江湖豪侠。你笑什么？那是情人眼里出西施。不许取笑我。这也许就是缘分。就算是缘分，恐怕也到了尽头了。怎么会？我不是说过吗？他是什么人，我又是什么人？你又在笑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是喜欢他这个人，还是喜欢他那些身份地位？我要是喜欢男人的身份和地位，今天就不会在这儿了。你要说什么？你想知道实情吗？什么事情？这件事，除了我和风秋，没有人知道。那个阿卫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内侍卫，更不是名门之后，他的名字也不叫李传卫。你说什么？他叫赵三发。赵三发。在我遇到他，也是遇到你以前，他就是一个街头的混混、流浪汉，什么大内侍卫、名门之后，这纯粹是一个阴差阳错。他是冒名顶替的。那原来的李传卫又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人从来没有出现过。那些街头混混的事儿，难道都是他失忆之后自己编出来的吗？他失忆？你看，这是自从他失忆之后一直带在身上的东西，这是大内侍卫的腰牌，不可能是假的。还有他那一身上乘的武功，那也不是能装得出来的啊。你见过？当然。自从他失忆之后，我们南来北往，几乎天天都在一起。你们天天在一起？我骗你干什么？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咱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吗？我们今天不是还见过他吗？我认识的赵三发从来没有失忆过，这么久了，他一直都是跟我们住在一起，不可能和你南来北往。这不像他呀！难怪看着李传伟长大的黄妈会说，那不像他。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两个人，而你认识的这个，就是真的李传伟。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嗯。如果他们是孪生儿的话，为什么彼此都不认识呢？可能自出娘胎就分开了。哎，你不是已经出宫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出宫？皇上不是让我……皇上交代你去和珅府，片刻不能耽误的。和珅府，我倒是待过一段时间。哎，先不说这些了，你先回去睡个踏实觉，明天一进和珅府就发挥性格，快去。是。你醒醒！干什么呀？这大半夜。乾隆老爷子死了。哎，死就死了，这关我什么事儿啊？在我眼前死的。哎呀，反正都死了，死哪儿不一样啊？你干什么呀？你这是？明天一大早我就要进和府了。什么和府啊？和府，和珅府，皇上的差事。叫你干什么呀？当卧底，这回是真的。让你卧底？你怎么还不明白呀？皇上要对和珅下手了，知道吗？他让我进到和府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。啊，还真找对人了。嗯。可不是找对人了吗？啊，咱这北京城里谁最有钱呢？谁呀？和珅呐！我告诉你，他们家里头私藏的宝贝，连宫里头都没有。你想干什么呀？你说我干什么？我这次的差事啊，大后台是皇上老子，杀人不偿命，欠债不还钱，别的咱就不说了啊。就和珅府里那点家当，随便掰一块下来，够咱俩过好几辈子。哎，那皇上知道了怎么办？我也不是第一回蒙他了，想当初空手套白狼，不也这样套了吗？更何况这次我好歹算个钦差，没人会盯着我，捞一把就走人了。你行了，你什么都不用想啊，好好给我盘算盘算，善后的事怎么办？哎，那文姑娘怎么办？哎呀，不知道啊。哎呀，有句话呀，我一直憋在肚子里，我这说，我看你跟那文姑娘那是剃头挑子一头热。哎，谁说不是呢？要我说啊，别什么事都一条道走到黑，大丈夫何患无妻嘛？你还有比他更好的吗？有啊。谁呀？陈姑娘怎么样？
陈姑娘啊，这我从来没想过呀。那现在想还来得及呀。哎，行了，文姑娘的事儿等以后见着她再说啊。现在这个才是正经的大事儿，儿女情长先放在一边，大丈夫事业第一，好不好？行，就这么会儿还长进了。行了，睡觉啊，养足了精神，明儿早上开工。哎呀，真有意思。哎，说如果他们两个真的是孪生兄弟，那当初又是怎么失去联络的？是你的阿卫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如果是赵三发，我敢打赌，他会先去敲你的门。别胡说。可是，他们都还不知道有对方的存在。哎，我们要不要让他们两个见个面？怎么说呢？我们分别跟他们两个人讲，然后再让他们见面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等天一大亮。请大人，你们请。来，左大人，您先请。大人，请。赵大人，李大人。李大人，陆大人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好，您请。您请，您请，请。把这个插上。干嘛？别让人认出你来。这里头又没有我亲戚，谁认得我呀？是啊。行，我看。多加小心啊！你呀，再去弄辆马车，再弄几口结实的箱子，知道吗？干嘛呀？你说干嘛？装宝贝走人呢。明白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悠着点啊，别太贪心了，见好就收了。我知道，不用你嘱咐。昨天晚上我都想过了，文姑娘现在可能已经到咱老宅子了，回头你去把她还有陈姑娘都接上，我这儿可能很快就得手，到时候别找不着他们啊。不是，昨天我还夸你呢，真是我改不了吃屎。干什么呢？内务府送祭品的，送过吗？呀，大人，给您请。看见了吗？好功夫。大哥让咱们快回广乐园，走，快走啊！嘿，哎，大哥有一档新差事，是皇上给派的。派给谁的？
嘿，你没睡醒啊？还能派给谁呀？大哥呀！快快，收拾收拾，快回去再说。啊！文姑娘，哎呀，三房子，那个李公子一直惦记着你呢，他见不着你，他吃不下饭。他行了行了，赵三发人在哪儿啊？我刚送他去了。哎呀，我刚送他去了，怎么还在这练剑呢？这怎么回事呢？这是？我明明看着他进了和珅府啊！你说什么？啊？去和珅府了？啊？去干什么？卧底，皇上派的。看来皇上也弄混了。他不能去。啊？怎么了？太危险了，他们很有可能会把他当成，哎呀，就是把他当成他。你说什么呢？谁当成谁呀？他在和珅府做过很长一段时间风声英德的武术教习，那有一半的人都认识他。认识谁呀？他一无所知，如果真的进去了，那岂不是自投罗网？你们说什么呢？这是他呀他的，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明白啊？不错呀，李教头，好久没见了，你去，怎么换这身衣服了？替中堂大人去哪家衙门有传消息去了，是吧？我送祭品的，不是，我就说你了，这种粗活您都回府了，怎么能您自己干呢？给我，啊，你认识我？瞧您说的，您是大公子的武术教习啊，您那功夫我没亲眼见过，我亲耳可听多了，我佩服啊！我干来，哎不，儿子，我得忙我的啊，改日聊啊。啥情况？李教头，怎么好久没见到你了？哎，你怎么这么贵人多忘事啊？是我，小桂子，我还给你熬过药呢。哦，小桂子。哎呀，看样子你的病是全好了。啊，是全好了。哎，那就好。哎，怎么还在教公子练武啊？啊，练武。哪天上联也教兄弟两手？没有问题。哎，那好，哎，您先忙。好，哎，好。李教头好。对，我就是李教头，好久不见。现在我病全好了，我现在要去陪公子练武，没工夫跟你们聊天，再见。爷爷好。
们在这里守好了，随时候命，准备分送各牛入府。是。这世上真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呐，难怪呀，他老说碰见鬼了，碰见鬼了的。这，他心里毫无准备，随时有可能会引起和珅府的人怀疑。一旦身份暴露，那不让人剁成肉酱才怪呢，还卧底呢，扔进河里沉底吧。哎呦，哎，赶快想办法呀！我说你们可不能看见真的回来了，假的就不管了吧？这是我大哥呀，对你们也不错吧，也有点恩吧？啊，我说，哎，等一下。和珅府的一切他都很熟悉，凭他的身手进去救人不难。那怎么跟他说呢？实情相告。他能信吗？我相信，就算是陌生人，他也会去救的。我听你的，只有你最了解他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等会发现一个人。福大人，您怎么成这样了？以为是……快，赶紧抬走！快点！爷，人都齐了。都来了吗？除了2个丁忧回籍，凡是您点了名的，全都来了。还算是听着。哎，都是您一手提携的，没有您就没有他们，能不听话吗？但愿能仰视3000，用于一时。太上皇走了，撇下这60年的盛世山河，归于道山。
太上皇生前常说一句话，叫做“以一人奉天下”。中期60年，他老人家身体力行，朝前夕替，才有了如今这大清盛世。我等有幸恭逢其盛，也是他老人家慧眼识人、选贤任能，方令也无遗贤，这才有了你们这些人的顶戴辉煌。要知道感恩啊！谨记恩师教诲。你们这些人呐，如今也是上承天恩、下荫子孙的大员了，要懂得知恩图报。特别是现在，朝野上下忽临其变，你们各挡一面，要掂得出自己的分量。我们的一切都是太上皇恩典，也是恩师所赐。太上皇虽然不在了，但恩师还是恩师。我倒不图你们报答我，只是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我担心的是你们。皇上初临大政，难免会有自己的一番筹算和作为，比如杀一儆百、整肃吏治，兴几个大狱也未可知。你们这些人呐，太上皇信任，我信任，不见得所有的人都信任。等着把自己的官帽换颜色的人多着呢，更何况庙郎之上自古以来风云变幻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并非只在沙场之上。恩师放心，我等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恩师放心。冷静，别叫了。
冷静。